近日，汪峰喺《50里桃花塢》綜藝節目嘅表現引發熱議。喺節目中，佢同寧靜嘅親密互動尤為引人關注。與此同時，佢同森林北以九尾同框，亦都讓唔少網友猜測兩人或者已分手。而有人則猜測汪峰似乎同寧靜已有咗一段新關係。事情嘅起因係喺節目錄製中，汪峰為寧靜提前慶生，仲牽住佢嘅手。畫面中可以睇到汪峰起初一個人企喺空地上，寧靜則同一群人從台階走下。但係後來汪峰非常自然地牽起咗寧靜嘅手。汪峰同寧靜就咁自然牽手，呢一幕甚至衝上咗熱搜。有網友表示，汪峰似乎一開始就直接拉過寧靜，將金轉到手，再換成另一隻手，仲要牽住。現場嘅氛圍讓人覺得佢哋好似老夫老妻一般自然熟緣。其實呢一切嘅幕後係汪峰為寧靜精心準備嘅生日驚喜啦。佢用無人機演繹出流星同埋噴花啦，為寧靜帶嚟滿滿嘅浪漫。首先佢喺現場為佢唱咗一首《你是我心愛的姑娘》，唱到一半便走過去將寧靜抱起，然後帶佢到戶外觀賞無人機噴花，輕聲話佢開心就好，佢嘅寵愛無微不至，將現場嘅氣氛推向高潮。喺無人機噴花灑落嘅瞬間，金片如雨般灑落，場面浪漫至極。汪峰始終貼心陪喺寧靜身邊，兩人張開雙臂，笑容燦爛。呢一幕亦都俾唔少網友感慨，終於知道汪峰點解能夠追到章子怡啦。而寧靜對汪峰嘅認可亦同樣明顯。佢坦言汪峰嘅熱情、主動同細膩，讓自己感受到溫暖。佢鍾意佢嘅思考同用心，雖然自己唔係一個善於思考嘅人，亦都冇咁豐富嘅邏輯咧。咁呢一個讓兩人之間嘅互動越發自然嘅。汪峰一邊傾聽一邊附和，二人之間嘅化學反應令人動容。網友普遍認為寧靜鍾意汪峰係正常㗎，兩人性格互補。汪峰唔單止有錢大方，仲能夠帶嚟情感上嘅支持。今次節目錄製中嘅牽手動作，雖然亦都有人猜測係為咗節目效果，但係大多數人相信背後一定藏住真實嘅情感，結合各種細節。網友們就不由得感慨，唔怪章子怡當初會選擇嫁俾汪峰啦。佢唔單止有才華，認真玩遊戲，仲擁有極強嘅綜藝感。即使面對氣場強大嘅女人，亦都毫不怯場啊！從與寧靜嘅互動嚟睇，汪峰完全係自信滿滿、隨性自然，幾乎唔使費心就能夠牽起對方嘅手。然而，亦都有人為章子怡感到心疼。有人係回憶起當年汪峰追求章子怡嘅細節。喺2013年上海嘅演唱會上，佢用8分鐘心情唱住《我如此愛你》告白。喺章子怡36歲生日嘅時候，佢更加係用浪漫嘅氛圍，將鑽戒藏喺飛行器模型上面，單膝跪地表達愛意。如今面對寧靜，汪峰仲係用聲情並茂嘅情歌同埋無人機表演，再次展現咗佢嘅浪漫功底。呢個不禁讓人感嘆，佢哋嘅模式似乎如出一轍。網友感慨，汪峰真係太會討女生歡心啦。同時，亦都有人為章子怡感到不值。當然，亦都有人認為汪峰同寧靜嘅互動可能只係綜藝效果。畢竟汪峰同章子怡曾經嘅感情係真實存在嘅。呢啲細節係咪用心，外人難以完全得知。汪峰同寧靜喺節目裏邊慳手睇流星嘅舉動，直接把網友嘅八卦雷達拉滿。前妻章子怡8年都冇等來嘅婚禮，寧靜過生日竟又係彩排又係牽手嘅。講起汪峰啊，情場上面嘅戰績可是百戰百勝啊！無論係前妻章子怡定係現任女友森林北，邊個唔係俾人羨慕嘅對象？荷里活喺節目裏面，汪峰又開始上演咗佢嘅把妹小心機。喺桃花嘅節目裏面，汪峰同寧靜兩個同齡人之間嘅相處，咁係相當嘅自然又親昵。一開始大家都以為呢個只係非常要好嘅朋友之間嘅互動。邊個曾想就喺寧靜生日嘅嗰日，一切都唔一樣啦！桃花錄製期間咁啱正值寧靜生日，汪峰別提有幾上心啦。前一日晚上就悄悄召集李雪琴、許新、徐志勝等嘉賓開會，簡直就係把俾寧靜慶生當作頭等大事嚟商量。等到第二日晚上，原本商量好嘅係唱一首大家都會嘅歌。
結果到咗現場，汪峰竟然自己唱咗首小眾情歌《你係我心愛的姑娘》，單聽呢個名就開始讓唔少網友拉馬啦。呢個歌名係能夠隨便唱嘅咩？大家識得都識，佢仲特登叮囑工作人員調低伴唱聲音，就驚壞咗自己嘅心情演繹。其他嘉賓聽到前奏就開始傻眼啦，問一圈之後冇一個人會唱，其他人都冇辦法一齊合唱，咁就只能夠企喺旁邊呢當背景板打光。汪峰呢一小心機可真係一箭雙釵，唔單止俾自己一人獨唱情歌，又俾其他嘉賓舉燈營造咗浪漫氛圍，並且唱到一半嘅時候，佢哋兩人仲情到深處互相擁抱咗起嚟。咁畫面唔好提多親密啦，嘉賓們呢根本插唔入去嘅，亦都只能夠係桿當電燈泡啊！呢個時候嘅寧靜呢，嗰係肉眼可見嘅開心。不過估計呢，佢仲未意識到呢一個係驚喜呢。直到蛋糕被汪峰推出嚟嗰一刻，咁寧靜先至發覺大家係俾自己慶祝生日。寧靜呢手捧鮮花呢，喺一旁高興咁手舞足蹈啊！汪峰見到嘴呢都快呢到後耳根啦，並且喺食蛋糕嘅時候呢，一聽講係汪峰一手籌辦嘅，令寧靜連忙上前擁抱。汪峰見狀，趕緊將自己手上嘅蛋糕屑捉乾淨，一啲都冇平時嘅霸總樣啦。屏幕前嘅網友們睇到呢場景啊，全都霸屏呼喊啊！章子怡同埋果英。畢竟汪峰喺前妻章子怡嘅生日會上求婚嘅時候，除咗章子怡被感動嘅兩淚縱橫，咁姐呢都係操咗唔少心啊！當年呢，章子怡36歲嘅生日派對上面呢，汪峰呢都係精心策劃咗一場夢幻嘅生日派對嘅，現場佈置得超級浪漫，鮮花鋪滿背景牆啦，用無人機吊住一枚9.15克拉嘅天價鑽戒，嗰叫一個閃耀奪目，俾我哋見過大世面嘅國際章都俾感動嘅掩面流淚，隨後汪峰便單膝下跪，一番老咗仲能夠照顧你嘅深情告白，讓章子怡直接眼眶泛紅，激動落淚。咁呢個邊個睇咗唔感動咯？不過呢場看似一切正常嘅求婚背後呢，其實仲有唔少渣馬嘅事嘅。其實求婚當晚呢，章子怡嘅哥哥嫂子當場就火冒三丈嘅，直言汪峰生活不檢點，章子怡嘅屋企人亦都萬般唔願意。佢哥哥甚至拿起宴會嘅酒兵仔就開始砸人，現場一片混亂。王力宏嘅老婆眼角都被誤傷，港英喺一旁無奈拉架，場面嗰叫一個失控。果然呢場不被祝福嘅婚姻終究係走唔到頭，兩個人喺結婚8年後就官宣咗各自安好。最終章子怡苦苦等待咗8年，都冇等嚟嗰場遲到嘅婚禮儀式。而家汪峰又為寧靜如出一轍嘅精心準備生日，一難唔成，下一步都要下跪重演當年嗰個場景啊！可惜咗，今次峰哥並冇重現單膝下跪嘅浪漫求婚。你以為呢個就算啦？雖然冇單膝下跪，但係無人機仲係有㗎。不過今次無人機帶嘅可唔係大鑽戒啦，而係一粒流星。而將呢場生日宴嘅氣氛推向高潮嘅，亦都當屬無人機流星環節。汪峰事先就利用無人機自製咗一粒流星，唱完生日歌之後，佢就順勢帶住眾人出去。就喺嘉賓們呢仲喺源源不斷咁從屋裏面出嚟嘅時候，呢個時候喺前邊嘅汪峰徑直走到寧靜身邊，十分自然咁樣起咗佢嘅手，兩人朝住遠處行去，後面嘉賓遠遠跟住，兩人就好似隔絕咗所有人，走到舞台中央。呢個時候呢，漫天嘅彩帶噴出，然後從天飄落流星啊，都出現喺上空。咁別提多浪漫啦！寧靜喺驚喜之中，仿佛化身嬌羞嘅小女生。汪峰全程都牽住寧靜嘅手，整個過程行雲流水。呢手牽得比戀愛綜藝仲自然啦，同偶像劇裏面嘅情節如出一轍。好似呢場盛宴只係為佢兩個準備，其他嘉賓喺後面又成為咗陪襯。甚至最後李雪琴提醒寧靜許願嘅時候，汪峰亦係緊緊捉住寧靜嘅手，絲毫冇諗放開嘅意思。雖然事後寧靜同汪峰都喺節目中解釋兩人只係朋友啦，但係呢個講法咧可以冇說服吃瓜網友們啊！大伙都知道咧，汪峰喺同妻子章子怡離婚之後2個月就爆出同網紅森林北交往，並且咧兩人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冇一齊出現喺公眾眼中啦。
咁呢個讓唔少網友咧都開始揣測兩個人係咪已經分手，現如今同寧靜嘅親密舉動又係咪喺度間接官宣？畢竟汪峰嘅每一段感情之間咧都唔會隔太長嘅時間啦，而且4段婚姻史咁亦都係相當炸裂，究竟係又開啟咗一段新嘅感情篇章，定係為咗節目效果而製造話題？無論如何，汪峰嘅情感表現同佢對女仔嘅用心，似乎再次證明咗佢係個擅長揸住愛情機會嘅男人啊！